兴我们一起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还有在你身边可能在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静音或关机，也请你将你旁边的电视机或者是会影响你亲近神的事物，能够先将它稍微挪开，或者是请你到另外一个安静的空间，一起来观看，来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一起在敬拜里面来领受神丰盛的恩典与祝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更多的认识你。虽然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我们需要去调整改变的方式，但我们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学习将我们的生命带到神你的面前，让我们学习不再为了许多世上的一切事物、烦恼的事物来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求主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晚上的敬拜，透过神你的话语，透过神你的仆人所教导的功课，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突破成长，能够为主你所用。谢谢主，我们将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恭敬仰望神，愿神你的灵就充满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透过祷告来经历神。我们今天要一起来领受，在你生命当中，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有很多让你觉得很惶恐、很担忧，但是神爱我们，他要让我们知道有许多人在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靠主给我们的信心，为主而活。在我们所处的世代与环境里面，神要激励我们，要带领我们，给我们足够的信心与盼望来敬畏神。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透过这首诗歌来唱。有人在为你祷告，似乎你一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
啊，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晓得有人在为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当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要透过更多的祷告与神你经历。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生命能够不断的为我们在生命里面的破口与需要来补足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晓得，当我们透过祷告，我们要经历神丰盛的恩典。谢谢主，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来回应神丰盛的恩典与祝福，也让我们一起透过奉献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妙的赏赐与祝福。求主赐福我们，让我们在奉献祷告里面能够更多的用行动来回应上帝。这时候我们一起在你的家里或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奉献所有》，把我们的心摆上。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这时候牧师来做消息的报告。我们教会的消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透过关心，一起透过了解，能够继续来关心大桥教会相关的消息。在我们基督教救助协会我们与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双月会在接下来的礼拜二，我们有一个走出如何进入社区、走出教会的第一步这个活动。那牧师非常邀请，如果有意愿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与我们的赎会长老来做告知能够一起去嘉义这个朴子恩典中心来做训练工作，这是非常好的，都是免费的也邀请大家，如果你时间上允许，牧师非常鼓励大家能够一起来投入参与。在我们4月27号教会9点40我们在礼拜六早上，我们会去参与这个代祷工作的观摩了也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期待透过祷告来学习做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你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好，那我们在8月24号到25号，我们的野外礼拜哈，因为我们在行程上有一些更替哈，所以我们的报名费用也会从2000增加到2500哈，所以请大家理解，因为在很多的住的地方还有用的地方哈，我们会有一些增加，所以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哈，也期待能够8月24号、25号能够邀请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参加。那我们在礼拜4我们有吉他班，也期待如果愿意参与的弟兄姐妹哈，你可以一起来，都是免费的哈。那重要是我们希望能够培育信徒有多元的侍奉观念的态度。那期待你所学的能够用在我们教会的侍奉工作上来回应上帝。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用主的爱来转化这世代的世界。那我不晓得我想要问各位哈，你觉得用主的爱到底要怎么改变这个世界？好像我们会觉得说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哈，但是我们要怎么透过这个主题我觉得势必是很多信主的人心中都会期待，到底为什么有些人就那么有恩赐才华，或者是有些人为什么他可以像耶稣一样那么有自信，能够去行很多事情？那我们期待透过今天的圣经节，能够带给大家足够的力量，一起来学习用主的爱来改变这世代哈。那牧师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影片哈。为了要送老师，对不对？用了安排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哈。虽然这是一个手表的广告了哈，泰坦泰坦手表，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影片很有趣哈。人的生命当中，你看他们用的音乐，都是从他手边的任何一个拍打环境来造就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环境。那我就在想，基督徒，当我们所面对的环境跟世代，很多时候，当我们说要去对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用什么东西要给他？是用你的金钱带他去吃好吃的东西吗？好像也是有，对不对？我们说要去招待人家，好，那我们也说用我们的热情，很多方式都可以让人产生对你印象深刻。可是呢，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在不同的方式经历当中？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有很多人在用不同的方式，可能用教育文化，可能用的是社会文化，甚至用信仰方式的造就。像现在这个大甲妈祖有没有？的绕境銮教准备要收工了，对不对？可是人家就是抱持着一个期待、热情。虽然说现在国家产生了地震，可是人跟人之间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彼此祝福。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时常透过祷告，对不对？那么我们透过祷告要求什么？我们要求的就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用什么生命来应对人吗？来应对我们所处的世界吗？所以我们要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大大的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开广、更宽广，能够去面对人。而且当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我们知道耶稣复活，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从得救的耶稣基督这个生命里面帮助我们？我们看见耶稣的复活，我们是见证人，那么我们就要更相信基督，活在基督里的盼望是非常有福分的。阿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3章第14节到第20节。以前我要先带大家一起来看
第3章的前半段。保罗他特别在对以弗所教会所提到的书卷里面，他特别提到在第3章里面，他说：为此，我保罗为了把基督耶稣传给你们外族人而做了囚犯。你看他是写外族人相信你们已经听说了，上帝他委派我将他的恩典传给你们透过我要来传给你们，借着启示让我明白了福音的奥秘。正如我前面简要提过的，牧师到这边要问各位：你了解福音的奥秘了吗？这样懂我意思吗？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接受了上帝的爱、耶稣的爱，可是我们却不晓得，原来福音是要我们像保罗一样。他说：我保罗为了基督耶稣传给你们外族人做了囚犯是做囚犯被人家抓去关我们现在有吗？没有吧，应该不至于，对不对？第4节，你们读过之后就能明白，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自古以来，上帝没有让人知道这个奥秘，如今他借着圣灵将这奥秘启示给他的圣徒，还有什么先知。这奥秘就是注意他讲到一个重点这个奥秘就是外族人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而与以色列人同作后嗣，同为一体，同享应许。我们基督徒最难理解这一块。我们大部分都是说，这个福音是我们的，这个教会是我们的，我很难踏出去，因为这不关我的事。第6节，这个奥秘，福音的奥秘就在这里是要让不信的外族的人、外邦人、不信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也借着这个福音，能够与以色列、与我们基督徒一样，怎么样？同做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女后嗣，同为一体，同享应许。哇！光我看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的生命到底要怎么样？有没有动力第7节，上帝运用什么？帮助保罗，运用大能赐给我恩典。你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好像也有，对不对？赐给我们很丰盛的恩典。我们时常说：主感谢你赐给我们很丰富的恩典。保罗也一样，叫我成为，注意后面那是重点领受神恩典的人要成为福音的使者我本来比这最卑微的圣徒还要卑微，却蒙上帝赐我这个恩典，让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族人，让世人都明白世代隐藏在创造万物的上帝里面的奥秘。注意第10节，目的是为了要在现在怎么样，透过教会而让天上执政者和掌权者认识上帝丰富的智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如同第10节，透过教会上帝的福音，因为我们而把它传出去吗？第11节，上帝这样做是按照他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所成就的永恒计划。我们靠着基督，借着信他，可以坦然无惧、笃定不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请求各位不要因我为你们受苦而怎么样，而沮丧，这其实是你们的荣耀。所以我牧师非常鼓励，在我们教会或许有很多病痛，有许多因为软弱，看起来好像没有受祝福，可是错了。我们要换个角度思考，他们正是上帝透过他们，就如同保罗第13节所说的。所以我请求各位不要因我为你们受苦而沮丧。我期待我们受苦是真的为了福音而受苦不是为了你不认识上帝而受苦啦。如果你是因为不认识上帝受苦，那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罪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每一个人你所受的苦，你要知道上帝如何让你所经历的苦难而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一直认为我们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不管是满足姐、陈默兄、妙玲姐，甚至慧君
还有一些姐妹马美珍、美英，她们身上都有许多不同的病痛。最近我们毛长儿又受伤了，对不对？他说我太不小心了。可是其实我觉得没关系，换个角度想，我觉得我还蛮鼓励我们，如果像这样受伤，我们要说感谢主，还留我的生命，还让我可以走路。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不会因此而觉得怎么样而难过，反而要更怎么样为主的福音来做工。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当下的苦难而感到害怕，反而要怎么样？借着信他而可以坦然无惧的、笃定不疑的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下去，上帝如何透过保罗来传递这个讯息给以弗所这些地区的人，包含信徒，让他们明白要怎么做，也就是今天牧师所讲的主题。如何透过基督的爱来明白我们怎么传递福音。第14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是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也怎么样充满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各位弟兄姐妹，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是什么？什么是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1章第19到22节。这个大力就是19节说，他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为什么？因为20节说的，上帝曾用这大能使什么？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啊。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能力了吗？如何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这难道不是上帝的能力吗？远远超越今生永世所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做主宰的和一切的权势。哇，保罗他讲得非常清楚哦，他又是万物降服在基督脚下，使基督做教会为教会做万物的元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知道上帝会让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可是我们在苦难当中，你会觉得说，哇，上帝啊，你的能力在哪里啊？你有没有经历过？有些时候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上帝啊，你的能力在哪？你说照着你这个运行在我们心里的能力，我有相信你啊，而且是充充足足的呢。我刚请假呢，真的有这样吗？那么丰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吗？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可是我要告诉各位，上帝不会因为只有一个原因而做一件事情啊。从我们在求的角度里面，你会发现上帝在做工，往往是透过很多环节把它连接在一块，就是这么奇妙啊。牧师讲过嘛，我小时候对一个女孩子，用不好的言语去耻笑她，去笑这个女孩子，因为她脑性麻痹嘛，所以她有一些怪动作嘛，我笑她。可是结果在20几年后，我在之前的一间教会，在牧会的时候，我从牧养她妈妈得了癌症，然后过世之后，在牧养她的时候，才认识到她的女儿。原来那个女儿就是我小时候国小所遇到的，我耻笑的那一位女生。那这难道不是上帝在对我说话吗？15年前我发生车祸，当我们教会3年前，我们教会为了要建堂，新春礼拜牧师得了脑膜炎，这难道不是上帝要我慢一点，你好好了解一下大桥教会的土地产权问题？这是唯一非常清楚我从当中学习到的。所以现在对牧师而言，我每时每刻每周，我都在想上帝要对我说什么，透过神的话语要对我们说什么。
我都非常明白神在对我们说话。可是神却会用不同的方式，如果单纯对我，一定就要对大家，好，对不对？上帝透过你，一定要对主日学小朋友，所以每一时每刻你在与神亲近的时候，神都要对你说话。前几天我们的姐妹说，牧师有一位弟兄他有需要这个工作啊，请你牧师再跟他告知一下。结果他去处理了以后，发现这个有疑问，有很多问题。当时候他就告诉我，牧师帮我注意一下，或许会不会是诈骗还是之类的。的确，没错，就是你看到那个环节都是上帝在爱他的人身上，他会给他一些智慧哦。他有提醒我说，牧师你再帮我辨识看看。的确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会为了许多的理由，会透过不同的方式，要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祝福我们。但是绝对不会单一而已啊，所以这是一直我在我心中觉得很奇妙的工作。但是牧师也要问各位，我们何尝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好的来爱我们的孩子？好，圣经里面，好，我待会再来分享这一段圣经节。我们要时常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我们做牧者哈，最期待就是能够有机会能够跟家人一起敬拜神。我很爱我的家人。我很期待，当我做牧师，如果我的家人可以跟着我一起牧会，一起在教会聚会，那该有多好！神带领我到大桥教会，那虽然我家里也蛮近的，好，然后我的父母亲他们也能够在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神，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因为很多台湾的很多牧者，他们都要离开家庭。甚至他们还要额外，有些时候牧师在讲到他的父母亲就已经在这个医院哈，甚至在很远的地方，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探望的。所以我觉得上帝很爱我，让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我们大桥教会，然后也带领我的父母亲。所以我一直在为我家人祷告，而且我也看见我的父母亲，他们不会坐在这边听自己的孩子讲道，他们会觉得很尴尬或者很怪，反而是我们每周哦。每天我们只要遇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分享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事工需要做什么样子的祷告，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善。我的父母亲都会提醒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考试要到了，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请他不要来教会吗？我不晓得啦。之前我们的孩子要考试到了，他有没有坚持一定要来教会？有，对不对？我也是这么认为。可是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说我那个书真的念不完，我很想要在家，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哎妈，我可不可以今天不要去主日学？我想要请假。”结果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根本就是犯罪，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好好念书，我就在家放松一下好了，反正父母亲不在，我看一下电视。所以那一天我根本就没有达到我应该要达到的目标，把书念好。甚至把它完成，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牧师还是蛮鼓励各位，我们要鼓励孩子，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尽量不要因为有什么活动而取代掉了什么敬畏上帝的时间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守主。我们一个礼拜里面有几天都在工作啊？都为了谁在工作啊？你说，牧师，我也是在为上帝工作啊 ，my God 啊！再怎么样，你也是为了自己啊，不是吗？可是你何尝不能说，花一天的时间，这一个礼拜就这么一天，这么宝贵的时间，好，坐在这里，好来听牧师讲道，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一起领受生命的祝福，这不是很好吗？所以，而且不是只有这样而已，重点是背后上帝的恩典与祝福。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来亲近上帝的。所以圣经里面诗篇127篇1到3节说什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啊；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啊。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来就是枉然的了。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愿意亲近神，
神也看重你的心啊。所以我们做的圣经节里面所讲的，从家庭，从你所建造的，还有到你的儿女的生命产业，都是上帝所赏识的。如果没有这一些，你做的都是多余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在澳洲一个女婴，她从小的时候就，我们都知道一笑倾城哈，人的笑容是何等的甜美。可是你要知道，有人他得了一种病，叫做双侧大口症。有没有看起来都在笑？有没有？嘴大不大？都在笑啊。可是有人从小一出生就要开刀了。如果你的笑容是需要开刀的，你还要吗？我相信不见得你会想要。但是牧师想要问各位，每一次当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孩子，有许多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的生命何等的需要上帝成为他生命的祝福，你就会了解到我们要为主传福音的那种使命感有没有大不大，是更重大的。当每次我看到有许多的人，许多的孩子在礼拜天，他的父母亲可能也为了要工作，为了生活，为了要出去玩，甚至有些时候会抛弃他的孩子，陪伴他的孩子，甚至要好好教育的时间，他们都没有办法好好陪伴。那我们何尝不能够好好的去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上帝？我一直觉得能够来到教会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从上帝那边得着非常多的祝福跟智慧，可是为什么我们却把福音的工作看得不是那么的重要？我觉得每一个人心中的爱都不一样，没有错。可是若这个心中的爱不够强壮，有主的话语做根基，甚至有盼望、有梦想，那么我觉得这个爱很容易怎么样？失落。所以我们要了解，照着我们这个是台湾的也是有一个女孩子这个故事很特别，是这个台湾这个女孩子她也得大口症，可是她的父母亲就从小的时候她就把她抛弃了，然后她的爸爸妈妈就遗弃她，就最后是那个爷爷，爷爷认为说他再怎么样也是自己的孙子，所以他从小就是爷爷在照顾。这是在台湾的例子。他这是透过我记得有一个基金会专门在治疗一些专门在陪伴一些在出生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病症的孩子，一个基金会牧师看到这个都觉得说哇，这些基金会其实他们都是用爱，用主的爱，用许多爱心在陪伴。那么我就在想，我们基督徒要如何透过更多的行动，能够带出耶稣基督的爱？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做思考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事工，我们的工作，包含我们的小组聚会也好，我们都要时常要去想，我们的小组聚会要怎么样呼召带大家，激励大家，我们去关心，去行动，去帮助一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我觉得这个行动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今天的圣经节告诉我们，从第14节到第16节，我们信心不能失落。你看保罗他在父上帝的面前是屈膝啊，因为他知道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好，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而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看保罗他是这样在激励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啊，我们要不断激励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也是这样，信心不失落。保罗他说什么？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让他们的爱心要有根有基啊。爱心没有根基，就是因为什么呀？就是什么？没有主的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不要说外面的人有爱心就对了，他们的爱心也有可能会失落。但是我觉得我看到很多，譬如说生德他太太，他也没有信仰啊，可是他每天都在大桥国小当导护啊。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能够学习像那些还没有不是基督徒的样式，行动能力。
有那份热情。我们要知道，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你要记得，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因为得救的生命啊，是会救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都说，我们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复活，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有见证人的人，有爱、有主爱的见证人。好，甚至他有说什么，爱心要完善，要怎么样？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对不对？而且这个长阔高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爱心是能够不断延续是有能力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爱心能不能足够带领你走长远的路。好，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天牧师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的。所以我们用主的爱要建造什么？我们要建造的生命不是只有单纯自己享受的生命，而是要带出什么？要共享。好，所以牧师时常讲说，我们的这个招待，不忙惊人家，对不？要分享。就算有人他来到教会就是要吃那个东西，没关系啊。你有嚼饱嘛，嚼饱看咪讲嘛，对不？你没卖好腰掉嘛，家庭呢，我们不是单纯认识而已啦，我们要怎么样？生命的对遇。好，每一个家庭，我们不是有认识啊，我怎样伊看咪，我怎样伊什么人。我们要怎么样深入到他的家庭里面？教会，我们不要怎么样，只有单属自己的。你要记得，教会是神的，是大家的。我们也在教会里面，不要单有信仰的知识而已啦，圣经知识而已啊，要有行动力，有影响力。所以不只有你会去走神的话，该怎么去做？你要去发现你所为主所做的工带来什么影响力所以我们时常我们现在都主日学都礼拜四都在开会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领袖同工会告诉我说：“牧师，为什么要每个礼拜都开会啊？”我说：“当你开会久了以后，你就会知道问题出在哪，对不对？你会发现每一个礼拜都有不同的挑战，你会知道为什么要开会，因为每一次的开会，你会不断的做内省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行动力有没有影响力，是需要不断的反省的。”你才会有的。好，工作环境呢？我们要用主的爱，要建造自己的工作环境，不是自顾不暇啦。有的人他说我自己的代志过不完啦我怎么还要去顾别人的事情？可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及别人的事，彼此相助。甚至呢，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要怎么样？要发展潜能啊！我觉得教会有很多能力潜能。很多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要知道像这个范长老娘，她的孩子，他儿子也是我舅舅，他从小就很会念书他是公家机关，他是在水利处在管理那个整个水坝的运作，所以他整个的我很喜欢跟他请教，他怎么去考相关的这个国家考试，去了解他怎么念书，了解他的讨论的思维。我觉得每一个人只要去了解一个你不认识的。上一个礼拜我们去关心这个慧君，慧君她本身是一个医生，外科医生，医美的医生，我就会去请教他，以前你怎么念书？他考上的是台大，我觉得我们教会很少有医生的弟兄姐妹来，当我遇到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的孩子以后，我的孩子如果他想要考医学院，他成绩足够，他也很喜欢，那我要怎么样鼓励他？那我就需要有一些了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工作环境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爸爸宽囊，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我们要懂得去发展不同的潜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位英国天文学家也是位建筑师，这个他在建造这个克里斯多福·雷恩，他在建造圣保罗座堂的时候，他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这个雷恩他在这个工程当中呢，他看见第一个人正在工作，他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这个人回答说，我在把石块凿成规定的什么形状跟大小。那第二个人他又问了，那你在做什么？他就问他回答说，我在赚钱养家。他又问了第三个人说，你在做什么？第三个人回答说，我在协助雷恩建造圣保罗座堂。那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上帝的教会一起敬拜上帝、亲近神，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个第三个工人所回答雷恩的话一样？我在协助吴牧师一起建造上帝的教会，可以让人亲近的圣殿。各位弟兄姐妹，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用主的爱来建造一个属神的教会，是上帝所喜悦的教会。而就如同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以弗所书第3章20节所说的，充充足足的这句话，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想象的。我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带领我们生命能够进到更好的境界，也是神所喜悦的迦南美地。在现在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手机媒体，对不对？我们现在媒体里面都有很多诈骗，对不对？我觉得牧师很鼓励大家，我们要如何透过主的爱来做一些传递好的消息。我觉得善加运用传递讯息不错。我不晓得我们的群组或者是我们的麦子小组，我们时常在里面有没有？因为牧师没有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不晓得。那牧师在一些其他小组里面，我都会去观察一个小组他不断的在做什么样子的改变。所以牧师鼓励各位，我看见我们的一些其他小组我们现在其他小组有一个小组，他已经从以前不太会用这个东西，他们里面的每一个小组员，当有一个人他说组长会把他们的生命的问题提出来，谁需要祷告，然后把它提出来，然后其他人就会开始说阿们，然后为某些人，然后说也为他祷告，然后也会说阿们，感谢主，求主医治，甚至生日快乐都会讲。那我就发现说，这个群组里面就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主的爱。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走向 AI 世界媒体世界，人会更走向一个虚拟，不需要人与人直接的接触。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如何用主的爱来改变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善加运用我们的手机。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21世纪的媒体，上帝呼召拣选我们做上帝蒙恩的儿女，我们要如何用神的爱？我们就要懂得真正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我们要善加运用各样的工具。可能是你的手机，可能是你的 email， 可能是你的话语，可能是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你所擅长的东西，可能是写信。牧师也蛮常要想要说，我只要有空，我会想要透过写信。像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代祷工作，我们的代祷工作有一栏是说，你希不希望收到代祷信？那如果填写代祷信，有一位弟兄，他为了他的孩子的就学考试，他曾经写了这个代祷卡。那这代祷卡里面就有他希望能够收到代祷信，我就写了一封代祷信给他。他收到的时候，牧师写的代祷信是用你做家长、做父母亲的角度，你必须要拿着这个代祷信去带你的孩子祷告。所以你觉得，如果你希望收到代祷信，你会不会期待收到这种代祷信？我相信你会希望，因为你如果不太会祷告，也不晓得到底要怎么样在这个时机点带着我的孩子来祷告，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做一个勾选。所以牧师期待我们现在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我们要不断的去把福音带到我们生命里面，带到我们的行动上面。虽然我们现在人不多，但是牧师期待我们透过行动来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都有主日学的老师，你们要抱着一颗我要牧养带领这些孩子，让他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勇士。未来他们就是一个可以带2个、3个、4个的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虽然有人说这个好像你在做行销，其实不是。如果今天我的孩子未来他长大了，他要工作，他的工作一定要能够在这世代带来生产能力的工人，他绝对不是造成社会问题的败类对吗？我期待我的孩子是能够影响很多人，而不是成为社会的负担。所以我相信你也会期待你的生命在主里面，透过主的爱，能够成为这个社会、这个教会的祝福。
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发光，做光做盐。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不断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道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目标。主啊，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经历到神你的爱，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世代成为神你的仆人，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需要回转到你的面前，透过你的话语，时常来认识神你所教导我们启示的话语的功课，让我们明白，在这世上，我们要如何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带领更多在灵里面需要的人来认识主。求主你帮助我们，透过你的福音，让我们享受到神你的恩典，也透过我们在你的福音里面所领受的启示，也恳求你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智慧，带领我们能够为主你的福音做光做盐。谢谢主，也恳求你继续带领你的教会，让我们透过祷告来经历神你的能力与智慧，丰富我们的教会，丰富你的教会，你的儿女。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平安。